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水藥堂嘅頻道，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咁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最新嘅社福資訊啦。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會同大家介紹有關返內地養老喺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同埋綜援方面嘅安排。最近珠海首家珠海港人服務中心已經喺十字門正式揭牌，呢一個中心係由華發股份同埋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合作去營運，旨在解決港人北上之後喺公共服務同埋社會福利等等嘅軟環境呢，喺銜接上嘅痛點，有助消除生活壁壘。中心最具體嘅職能就係受香港社會福利署所委託去代理廣東計劃同埋綜援長者廣東省養老計劃，居於珠海嘅合資格港人長者可以直接透過中心去辦理福利金嘅申領、年度複核同埋接受關顧支援，無需要頻繁返港，落實跨境養老嘅便利化。此外，中心服務涵蓋4大板塊，例如係港歸長者、準赴港人士、在粵青年同埋移居人士等等。除咗會協助佢哋申請福利之外，亦都會提供子女入學指引、就業輔導同埋舉辦文化交流活動，全方位支援港人喺珠海嘅日常生活同埋社會融入嘅。咁剛才提過有關廣東計劃嘅資訊啦，咁其實呢一個廣東計劃嘅津貼主要分為2類嘅津貼，分別針對唔同年齡同埋經濟狀況嘅長者。首先呢，就係長者生活津貼，年齡就係65歲或者以上，而係需要進行經濟審查啦。每個月嘅金額就係4250蚊，咁就可以幫助到佢哋喺有經濟需要嘅情況之下補助生活開支。而另外就係高齡津貼生果金啦，年齡呢就需要係70歲或者以上，而呢一個高齡津貼係唔需要進行經濟審查，每個月嘅金額就係1640蚊，咁就可以幫助應付因為年老而引致嘅特別需要。咁而申請人必須要同時符合以下嘅條件，當中包括已經成為香港居民至少7年，同埋喺緊接申請日期之前連續居港至少1年，而喺該年內離港嘅日數唔超過90日，亦都係視為合乎資格。如果係因為有薪工作或者係就醫而離港，並且提供證明文件，可以獲酌情考慮。而如果係屬於非法留港，並非以定居原因獲准居留，例如係輸入勞工或者係旅客，同埋合法羈留或者係在囚人士等等呢，都係唔符合資格申請以上提及嘅津貼。至於居住規定方面，喺領款期間繼續喺廣東，如果你係申請廣東計劃，又或者係福建，如果係申請福建計劃當中去居留啦，而居留嘅日數要求就喺付款年度內需要喺當地居住不少於60日，先至係可以領取全年嘅津貼。如果係申請長者生活津貼，亦都即係65歲或者以上呢，需要留意要符合以下嘅經濟審查。如果你係單身人士呢，咁每個月嘅入息限額就唔可以超過10,770蚊，而資產限額就唔可以超過406000。如果你係夫婦呢，咁每個月入息限額就唔可以超過16,440蚊，而資產限額就唔可以超過616000。另外，如果你係申請高齡津貼，亦都即係70歲或者以上人士啦，如果你係申請高齡津貼呢，咁就無需要進行經濟審查。如果你想初步計算你嘅資格驗算，可以喺香港政府一站通嘅網站進行初步檢視。而有關索取表格方面，可以喺社會福利署嘅網頁下載啦，亦都可以去各區嘅社會保障辦事處。而有關廣東省同埋福建省內嘅指定地點，都可以領取相關嘅資料文件去查閱嘅。咁就要留意熒光幕嘅網址，亦都可以致電或者係郵遞向辦事處索取。如果有需要遞交申請文件或者係向辦事處去查詢，可以向社會保障辦事處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嘅辦事處查詢，佢哋嘅地址喺香港上水龍琛路39號上水廣場21樓2110至2111室，電話31053266。
而社署喺審批嘅時候會計算你喺申請日之前嘅365日內嘅離開香港日數嘅總和。剛才提過基本嘅規定同埋寬限期，喺緊接申請日期之前嘅連續1年內必須要留港居住，而寬限期方面就係喺呢1年之內離開香港嘅總日數唔超過90日。要留意嘅地方就係，無論係去內地旅遊啦、探親，又或者去國外都好，只要該名人士唔喺香港呢，已經係計算做離港㗎喇。跟住同大家舉個例，假設你計劃喺2025年12月18號去遞交申請嘅話呢，咁審查期呢就係由過去嘅365日計算啦，亦都即係2024年嘅12月19號至到2025年嘅12月18號之間。社署咧就會查看你喺呢一段期間嘅出入境記錄。假設喺呢1年之內你去咗廣州3次，每次去10日，另外又去咗日本5日嘅話呢，咁總共嘅離港日數就係去咗廣州嘅30日啦，另外再加去日本5日，就係總共35日。咁而呢35日呢，就係符合離港日數嘅寬限期90日以內，亦都即係符合資格。而另外，如果你喺該年內離港超過90日，但係離港原因呢係以下兩者之一，同埋可以提供到證明文件，咁社署呢就可以酌情處理，唔將呢啲離港日數計算在內。例如係從事有薪工作啦，咁呢個就需要提供僱傭合約去證明啦。另外就係就醫，需要提供醫院或者係醫生證明文件。呢度提大家，如果你剛剛回港定居嘅話呢，建議你先自行計算一下過去1年內嘅離港日數，確保少於90日後先至再遞交申請，以免唔合資格。跟住熒光幕就係顯示翻有關廣東計劃同埋福建計劃嘅網址，可以讓大家查核資料，同埋可以網上可以下載相關嘅表格同埋參考資料等等。跟住同大家介紹嘅就係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呢個計劃呢，就係讓合資格嘅綜援受助長者，即使係選擇去到廣東省或者係福建省定居養老，仍然都可以繼續獲得現金援助。佢哋嘅申請資格呢，就係申請人必須要通過綜援嘅入息同埋資產審查啦，同時間亦都要係香港永久性居民，並且已經喺香港居住至少7年，而年齡又需要係65歲或者以上，喺申請之前已經連續領取綜援金至少1年，而喺該年內停止領取不多於10日，亦都視作符合資格。而成功申請之後，喺領取津貼嘅期間，就必須要喺廣東省或者係福建省內居住。如果申請人本身係居於公屋，亦都即係公共屋邨啦，咁喺離港之前就必須要交回公屋嘅單位，又或者係取消公屋租約上面嘅戶籍。而援助金額方面，呢一個計劃嘅津貼計算方式同喺香港居住領取綜援係略有不同嘅。咁可以領取嘅範圍呢，就係每個月定期發放嘅標準金額，同埋每年發放一次嘅長期個案補助金。但係呢，就唔可以領取特別津貼或者係其他援助金，例如係租金津貼啦、特別膳食津貼啦、交通費用津貼等等。而申請人亦都必須要申報預計離港嘅日期，而呢一個日期必須要喺申請呢一個計劃援助日期嘅3個月內。如果受助人士不幸去世，親友係可以申請殮葬費津貼，而申請期限就係去世後嘅6個月內。如果申請人居於廣東或者係福建，社署嘅代理機構可以協助辦理。申請人必須要喺香港辦理申請手續，而申請人亦都應該要帶備有關嘅文件，前往處理佢綜援個案嘅社會保障辦事處去提出申請。如果申請人行動不便，可以用電話或者係郵遞嘅方式提出申請，社署嘅職員會安排家訪為申請人辦理申請手續。但係移居珠海嘅長者可以喺珠海港人服務中心申領廣東計劃同埋綜援嘅長者廣東省養老計劃。最後都提一啲常見嘅熱線服務，當中包括照顧者支援專線182-183、情緒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18111，最後就係社署熱線23432255。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開啟通知，咁就可以掌握最新嘅福利同埋政策資訊啦。亦都歡迎留言、讚好
分享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長者有需要嘅話，唔好猶豫啦，快啲聯絡我哋啦，等我哋一齊改善長者嘅居住環境啊！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建議，都歡迎喺下邊留言，或者直接聯絡我哋。多謝你嘅收睇同埋支持，下次見。